671比2018概述。18th edition of the IT Wiring Regulations BS 7671比2018是英國電器安裝的重要標準，自2019年起生效，對電器安裝的安全性和技術進步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包括擴展範圍、改變電纜支撐方式、強制使用弧形故障檢測裝置 AFDD、改善火災安全規定、引入超壓保護裝置 SPD 的要求，並對特殊安裝地點進行了更新和修訂。摘要 BS 7671比2018是英國電器安裝規範的第18版，於2018年7月發布，自2019年1月起正式生效。該規範對電器安裝的要求進行了顯著的更新，包括擴展範圍，不僅包括逃生路徑，還包括進出建築物的所有路徑。電纜支撐不再允許僅使用塑料固定器，建議使用金屬固定器，如不鏽鋼電纜綁。弧形故障檢測裝置 AFDD 對於高風險住宅建築的插座電路 AFDD 成為強制性要求。火災安全第42章被修訂，提供了更清晰的火災安全要求，並與英國建築規範更加一致。超壓保護裝置 SPD 引入了對 SPD 的要求，並已進行多次修訂。Amendment 1於2020年2月1日生效，主要關注電動車 EV 充電基地設施的安全性，並於2022年9月27日撤銷。Amendment 2於2022年發布，引入了新的章節和更清晰的術語，並對電流雙極開關 RCD 的要求進行了強化，特別是在兒童或殘疾人士存在的環境中。此外，對主要保護綁定的要求進行了更新，並對能源效率、儲能系統和與電網的整合進行了規定。該修訂自2023年3月28日起對所有新設計的電器安裝生效。標準的主要章節：第一部分範圍、目標與基本原則；第二部分定義；第三部分一般特徵評估；第四部分安全防護；4.1第41章防觸電保護；4.2第42章熱效應防護；4.3第43章過流保護；4.4第44章電壓干擾保護；4.5第45章；4.6第46章隔離與切換第五部分設備的選擇與安裝5.1第51章通用規則5.2第52章接線系統5.3第53章保護隔離與開關裝置5.4第54章接地與保護導體5.5第55章其他設備5.6第56章安全服務第6部分檢查與測試第7部分特殊安裝或位置附錄9準備第18版考試10更新及修正2018井號最近更新1修正案22022本次更新重點在於驗證、檢查、測試和消防安全方面。2023年勘誤表於2023年5月發布，解決了4個主要領域的問題。第422條受保護的逃生路線，第443節過壓保護，第701條分娩池，第710節醫療場所受保護的逃生路線。3修正案3目前正在制定中，邀請利害關係人提供意見。井號影響和注意事項。合規性 BS 7671比2018適用於新安裝和對現有安裝的增加或修改，但不適用於舊安裝。複雜性，該標準被認為是最複雜的英國標準之一，因其廣泛的範圍和技術性質。與其他標準的互動，電器專業人員在設計安裝時，
必須考慮與其他標準如 BS5839和 BS5266的關聯。持續發展，該標準持續進化，未來可能會進一步解決新興技術和安裝複雜性的問題。安全和效率提升 BS7671/2018 及其後續修訂，代表了電氣安全和安裝實踐的重大進步，旨在澄清和簡化規定，以確保在英國範圍內更安全、更高效的電氣安裝。BS7671/2018-1/2020，該修正案主要針對電動車 EV 充電基礎設施。主要變化：電動車充電點引入了針對電動車充電裝置的新法規，包括防止拼導體開路故障的規定，強調電動車充電點特有的安全措施，例如接地配置。提修日期：該修正案自2020年2月1日起生效，並於2022年9月27日修正案2生效時撤回。BS7671/2018-2/2022，該修正案引入了更廣泛的變化，包括新的章節和澄清的術語。主要變化：新第8部分第82章消費者低壓電氣裝置，重點關注用戶消耗和發電的設施，例如太陽能電池板或小型發電機，解決能源效率、儲存系統以及與電網的整合問題。漏電保護裝置要求第411.3.3條加強了對漏電保護器 RCD 的要求。現在，無論風險評估如何，在有兒童或殘疾人存在的環境中 ，RCD 都是強制性的。黏合說明更新了主要保護性連接的要求，以明確何時需要，特別是對於進入建築物的外部導電部件。術語調整提高了語言的清晰度，以區分強制和建議操作。實施日期對2023年3月28日之後設計的所有電氣裝置有效。消防安全增強，加強有關電纜支架的法規，以減少火災期間逃生路線的風險。注意事項：合規期限2022年9月27日之後的任何新作品都必須符合 BS7671/2018-2/2022。從修正案1到修正案2的過渡，雖然修正案1狹隘地關注電動車充電點，但修正案2引入了影響電氣裝置各個方面的更全面的變化。產銷者和能源效率第8部分的添加反映了再生能源和能源儲存系統在現代設施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這些更新確保接線法規與不斷發展的技術和安全標準保持一致。